各位群眾成員嗱，你望到呢個好靚嘅 PowerPoint 就知道嘢，我哋又介紹深圳地鐵路線啦。今次會介紹兩條線，因為呢兩條線係貫通營運嘅，一條就係深圳地鐵2號線，一條就係深圳地鐵8號線。因為呢兩條線係直通咁營運嘅，所以呢兩條我會一齊介紹嘅。咁呢條線有幾個站好靚嘅，咁你望到呢個站好靚啦。咁呢個站我陣間會介紹嘅，仲有一個站好靚嘅。咁我哋而家介紹下呢條線先。嗱，咁呢條深圳地鐵2號線啦，咁以前叫蛇口線嘅，因為佢主要係解決蛇口嗰邊嘅問題嘅交通問題嘅。咁呢條線就係由赤灣開去蓮塘，咁以前就有兩個總站，分別係世界之窗同埋新秀。咁話啦，2號線同8號線係直通咁樣嚟營運嘅，係啦，即係唔再分2號線、8號線嘅，都係就係直接咁營運嘅。哇！呢個就係深圳地鐵8號線啦，咁叫鹽田線，咁就蓮塘開去溪涌嘅。以前嘅總站係鹽田路同埋小梅沙，咁呢條線就係延續2號線嘅，咁就係最初係建議係用呢個磁浮列車嘅，即係用一個磁浮技術嚟起嘅。咁嗰陣時就有11個地底站啦，同有4個架空站嘅。咁但係而家全部滅殺地底站，冇架空站。咁呢條線就解決鹽田區嘅交通問題，咁亦都係成為進入去大鵬新區第一條嘅地鐵路線啦。咁未來仲會繼續延啦，仲會直通埋32號線啦。咁再深入去太鵬嘅葵涌啊！嗱，呢個葵涌唔係香港葵涌啊，香港葵涌嘅葵芳、葵興嗰邊啊。呢個葵涌都係一個海灘嚟嘅，下次介紹。等32號線通咗車之後再介紹嘅。嗱，當你搭深圳地鐵2號線嗰陣時，你會望到一邊月台係標示係2號線，另一邊月台就係另一邊月台標示係8號線嘅。咁好多人以為上錯車，其實唔係嘅。咁點解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就係由於赤灣至蓮塘嗰段係2號線啦，咁而由蓮塘至到去溪涌嗰段係8號線，咁同埋2號線同8號線係直接咁營運嘅。咁所以一邊月台就係去赤灣，即係標示為2號線去赤灣，而另一邊月台標示為8號線往溪涌嘅。咁成日好多人以為佢過去蓮塘究竟係2號線定8號線，因為任2號線、8號線其實係一樣嘅。8號線真係2號線，2號線係啦，因為直通咁營運嘅，唔可以話上錯車啊，其實係啱嘅。好啦，介紹一啲站先啦。呢個就係海上世界啦，咁呢個站就係2號線、12號線嘅轉車站。咁呢個站顧名思義咧，就係一個好超嘅地方，就係海上世界，深圳最超嘅地方。海上世界係一個好大型嘅一個地方，即係又有商場，又有好多嘢睇嘅。咁有隻船嘅，係啦。哇！呢個就好多嘢啊！呢個站超多人行嘅後海。呢個站就係2號線啦、11號線同埋13號線嘅轉車站啦。咁呢個站近嘅地方好多啊！呢個站近邊度啊？就係近深圳嘅人才公園、深圳灣萬象城、海岸城、深圳灣空中步行街、華潤大廈、深圳灣體育中心。哇！你睇下，佢近嘅嘢好多，而且商場好多，有排你行啊！呢度行成日都得啦。所以呢個站 shopping 係啱晒嘅，因為好多人行，好多嘢睇嘅。呢個一定係咁多個入邊一定要介紹嘅一個車站，呢個唔介紹就唔得嘅，因為呢個站嘅設計係非常之令人哋好吸引。咁呢一個就係最吸引人嘅車站——江夏北站。咁呢個就係2號線、10號線、11號線同14號線嘅轉車站。咁呢個係深圳地鐵第2個4線轉車站，第一個喺車公廟站，第二個就喺江夏北站。呢個站好多人影相嘅，好吸引人嘅，因為佢有個天窗
深圳之眼，尤其是中間嗰個最大嘅，因為佢好似隻眼，所以叫深圳之眼，好靚嘅呢個站。所以阿明仔都話呢個站好靚，係真係靚嘅。咁呢個站蓮塘口岸站啦，咁顧名思義啦，就係近住蓮塘口岸嘅。咁香港嗰邊就香園圍口岸，咁所以呢條線其實就方便啲旅客去蓮塘口岸過關返香港嘅。咁另外呢個站啦，仙湖路站啦，咁呢個站就近仙湖植物園，係一個風景區，一個園區嚟嘅，就係好多香港人會去嘅，因為喺蓮塘口岸過咗關就只需要搭一個就已經到仙湖路站，就去到仙湖植物園啦，幾快幾方便。嗱，呢個站蓮塘站，咁呢個站其實就係2號線同8號線嘅分界站。咁但係因為咧呢兩條線採用一個貫通營運嘅模式嘅，咁所以呢個站落車就即係乘客唔需要喺呢個站落車，可以直接搭到去鹽田嗰邊嘅，係啦。好啦，呢個站沙頭角站，咁呢個站就鄰近中英街同埋沙頭角口岸。嗱，以前香港嘅九廣鐵路曾經有一個即係設立嘅沙頭角支線，有一個就叫沙頭角站。其實同呢一個沙頭角站只係隔一座山嘅咋，係只係隔一座山嘅咋。嗱，呢個站叫海山站，咁呢個站就近住一海城嘅一個 shopping mall 嘅，佢好靚嘅。嗱，呢個站叫鹽田墟站，咁以前叫做鹽田食街站嘅，咁呢個站就係近住鹽田食街嘅，即係呢個站就好多嘢食嘅。哇！呢個站就係大梅沙站，咁呢個站就係一個鄰近大梅沙嘅海灘。咁呢個站個主題其實係一個鯨魚啊！咁你望到呢個站全部用晒藍色，令你好似置身喺海洋嘅感覺嘅。其實好多人都唔知大梅沙、小梅沙係咩嚟嘅。其實大梅沙、小梅沙係兩個海灘嚟嘅。大梅沙係一個海灘，小梅沙係另一個海灘。嗱，呢個就係小梅沙站啦，咁就係8號線嘅以前總站啦。咁就係鄰近小梅沙嘅海灘。咁所以大梅沙、小梅沙係個海灘嚟嘅，好靚嘅。好啦，總站啦，呢個總站真係等咗好耐，真係等咗好耐。啟涌站，咁呢個站係8號線嘅總站啦，咁亦都係大鵬新區第一個嘅車站，亦都係唯一一個嘅車站。係因為8號線嘅功用其實就係解決大鵬新區嘅交通問題。咁呢個站未延嚟之前啦，咁大鵬區一直都冇地鐵嘅，係啦。咁後期最近先延嘅咋，最近先至延伸嘅咋。呢個站用綠色嘅，幾靚嘅。咁未來32號線就係由呢度直接駁入去葵涌嘅。呢個葵涌頭先話過係一個海灘，香港嗰個葵涌係一個市區，係啦，唔好混淆啦，因為個名一樣，係但係有啲唔同嘅。深圳個葵涌好靚嘅，香港葵涌冇得睇嘅，係啦。咁另外深圳呢有啲地方同香港係啲名一樣嘅，例如14號線有個就佢嘅總站沙田啦。咁香港沙田係市區，但係嗰邊嘅沙田係個郊區。係啦，深圳嘅沙田係個郊區。咁另外鯉魚門啦，1號線鯉魚門站啦。另外仲有坪洲啦，香港有坪洲，不過香港嗰個坪洲係離島嚟嘅。係啦，好多同名嘅。好啦，做翻個總結先。好啦，2號線解決蛇口地區嘅交通問題啦，第一個就係，咁第二個就係2號線與8號線嘅直營啦，咁加強咗深圳東部同西部嘅交通發展係。咁第三，因為你望到2號線嘅走向係由西到東咁樣行嘅，即係東西咁走嘅，
係啦，咁第三個就係江夏北站嘅設計令人係另眼相看，係啊，真係好靚啊江夏北站，所以好多人都想去呢個江夏北站去影相，咁真係設計得好靚，香港係做唔到噶。咁第四個咧就係方便乘客前往蓮塘口岸啦、沙頭角口岸過關。第五個就係8號線被稱為山海專線，因為佢又經山又經海嘅，係啦。咁同埋第六啦就係溪涌站嘅出現解決大鵬新區多年嚟冇地鐵到嘅問題，係因為大鵬新區或者以嚟一直都冇地鐵，咁8號線最近延伸咗過去，咁就解決咗大鵬新區長期冇地鐵嘅問題。咁未來仲有32號線直通埋32號線駁埋入去深圳嘅葵涌，係啦。咁就係咧嗱，最後俾一樣嘢，俾個特別嘢靚嘢俾你睇。其實2號線其實8號線係一個專題列車㗎。嗱，呢個就係8號線嘅主題列車。嗱 ，number 236係啦。咁呢個就係山海專線列車，你望到呢個車好多顏色嘅，所以呢個就係8號線嘅主題列車，係啦。咁我從名底搭過一次，係咁好啦。咁呢條線就係咁多啦，因為一條又上山又下海嘅一條地鐵路線嚟嘅，好靚嘅，因為佢係一個海灘，又上山又下海，係。因為又有山又有海，仲要落埋去海底，呢個大門沙站直情似真係海底咯。係，好啦，呢件事去到呢度啦。